阿子，阿子，冇事吗你？老太这很快啊，这有事么？所以阿子求你，以后俺其他那边莫喊俺好吗？别让俺其他那就好查办。人家先搬下来。哎呀，喂，阿子跌车呀？哎呦，气死喂，了！你要走了了？阿爸房子没漂亮啊，哦，先买人家哦。我跟人家出来了。啊，后面租了个房子哦。哦，给大楼参观下子吗？走。阿子啊，可能环境还可以啊，唔好差。哦，在公司嘞，没得应用。那个俺，你这100块钱现在你有吗？给弄意思啊，没，给弄意思啊，弄意思啊。来考试一下，要么考试下了。啊，让人考试啊？好。抖音。